归南北极殿主事先天上帝，过去被当地人称为青仔卡上帝庙。建庙至今已经有316档的历史。主委戴荣玉表示，伫归南北极殿服务25档的祭典组长谢耀宏，伫今年跋杯饼炉主得到先天上帝连续3圣杯，英准担任炉主。谢耀宏便开始思考要如何将中原普渡办甲有声有色，互我侪信众前来共参。伊翻遍文献，也请教地方长老，并将传统结合创新，将这座普渡主题定为“国泰民安，一拜我来”。归南北极殿庆赞中原普渡，国泰民安，一拜我来。这次呢，由咱庙宇呢来举办这个中原普渡。今年的第二炉主的我，感觉足荣幸。我感觉做一个现代的企业主、少年人，应该这个文化、祭典的文化的传统，还去搞创新，这是重点。哦，各代的庙宇拢开始咧做创新啊，新名新尊。伊嘛结合着民间，用民间的力量去把咱的庙宇来推广，所以呢，有1000年的古庙，无100年的信徒，希望一寡鼓励会当遵循古礼，来甲完成，有个记录，然后呢，会当互咱的庙的乡会，慢慢，你看咱少年家过少年家的使命，甲遮的所有的普渡物件，洗骹手，洗了。咱阁有冰两分，阁有咱的素色牌，阁有咱的四君子料，咱阁慢慢来享用这个蚵啊，甲这个100年的拿，较早虔诚的物件，即摆已经无去啊，但是甲吹出来，咱阁是有价值。普渡一天，民政局长蒋灵煌、地区长朱亚宏、议员吴玉环等贵宾的陪同之下，特别前来归南北极殿，向先天上帝参拜。归南北极殿地主委佮所有这执事人员做虔诚来准备这3星4果来迄个互这好兄弟咱也祈求中原公啦吼，会当保庇台南市市境拢当平安和乐。庙方不只安排了大餐，请好兄弟食澎湃，也大心准备了薰、酒、槟榔以及麻将牌机，互好兄弟娱乐一下，非常的趣味。归南北极殿伫普渡过后，也将这贡品捐予附近市里的家受理好，互这场归南北极殿的普渡活动更有意义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